各位網友大家好，今日我哋繼續我哋嘅養生保健系列，對循環系統的心血管系統的認識和保健方法。老友記、打工仔、養生達人們，我係你的名字。今日要帶大家深入認識一個超級重要，但平時好少被關注嘅人體隱形團隊——心血管系統。你有冇諗過，點解心口會撲通跳？血液點樣喺身體入面跑足一日唔停？呢個好似人體物流總部嘅系統，其實藏住超多生存物。唔講唔知，原來我哋日日都靠佢續命。今日就用最貼地、最搞怪嘅方式，同大家拆解心血管系統，再教你點樣寵愛佢。一、心血管系統大揭秘，你體內嘅24小時快遞公司。好多人以為心血管系統只係心臟加血管，其實佢複雜到好似香港嘅地鐵網加巴士線加的士隊。呢個系統由心臟、血管動脈、靜脈、毛細血管同血液組成，每日嘅工作就係將氧氣、營養物質送到身體每個角落，再將二氧化碳同廢物打包帶走。簡單嚟講，佢就係你體內嘅永動快遞小哥。仲要做到使命必達。一、心臟，身體嘅超級泵機。心臟絕對係心血管系統嘅靈魂之胃，每日泵血超過10萬次。試諗下，你一日要按水龍頭幾多次先可以搞掂咁大量嘅運輸？心臟分為左右心房同左右心室，分工超級明確。右邊負責接收全身嘅廢血含二氧化碳，送去肺臟充氧，左邊就負責將新鮮血含氧氣泵去全身。而且心臟仲有自己嘅電腦系統，靠住特殊嘅電信號控制跳動節奏，所以你嘅心跳永遠撲通咁規律，好似有人喺體內打鼓咁。二、血管，四通八達嘅地下交通網。血管就好似城市嘅道路，分為3種類型。動脈好似高速公路，負責將心臟泵出嘅血液快速送到全身，血壓高，流速快，行車規則超嚴格。靜脈好似返程公交，將全身嘅血液帶返心臟，仲有防止血液倒流嘅板膜，唔怕塞車。毛細血管細到要用顯微鏡先睇到，好似小巷子，專門負責同細胞交收貨物，送氧氣、營養、收二氧化碳、廢物。呢3種血管互相配合，組成咗一張密麻麻嘅交通網，保證血液喺身體入面暢通無阻。3. 血液，身體嘅生命之河。血液就好似一條永不乾涸嘅河流，載住各種乘客。紅血球負責運送氧氣，好似氧氣搬運工。白血球對抗細菌、病毒，好似特種部隊。血小板負責止血，好似急救醫生。血漿負責運送營養物質同激素，好似貨運司機。試諗下，你每日飲嘅水、食嘅飯，全部要靠血液快遞到全身，真係超級辛苦。二、心血管系統最怕咩？呢啲天敵要避開。心血管系統雖然超級堅強，但都有唔少軟肋。以下呢啲壞習慣同環境，分分鐘搞到你嘅人體物流總部罷工。一、高鹽高脂飲食，血管嘅堵塞炸彈。食太多鹽會令血壓升高，搞到血管壁好似被擠爆嘅氣球。而高油高脂食物如炸雞、燒臘、奶茶會令血液變得黏稠，形成膽固醇斑塊，堵塞血管。試諗下，原本暢通嘅高速公路突然載滿垃圾車，邊有唔出事？長期落去仲可能引發冠心病、中風。二、久坐不動，心臟嘅懶惰陷阱。長時間坐低唔喐，血液流動速度變慢，心臟泵血功能都會減弱，就好似部車長期唔開，零件都會生鏽。好多打工仔成日坐辦公室，下班又攤喺沙發，心血管系統邊又唔元氣滿滿，久而久之仲可能搞到靜脈血栓。
3. 煙酒熬夜，心血管嘅慢性毒藥。吸煙會令血管收縮，減少血液供應，等於逼住血管瘦身。酒精會刺激心臟，搞到心律不齊，心跳亂到好似崩迪。而熬夜更誇張，直接打亂心血管嘅生物鐘。試下連續幾晚唔瞓，心口會唔會撲通亂跳？呢啲都係心血管系統喺抗議。4. 壓力爆表，心血管嘅情緒攻擊。長期處於高壓狀態，身體會分泌腎上腺素，令血壓升高，心跳加快，好似每日都有個追債佬喺後面追，心血管系統邊頂得住？情緒波動太大，仲可能誘發心臟病。3. 心血管保健指南，學識呢幾招，血管暢通到飛起。想你嘅心血管系統長命百歲，其實好簡單。跟住我呢啲保養竅門，就算上咗年紀，都可以繼續做個血脈暢通嘅快活人。1. 飲食篇，血管最中意嘅養生餐單，多菜少肉，清淡為主，每餐至少一半蔬菜，選擇清蒸、水煮嘅煮食方式，減少油炸、油煎。番茄、西蘭花、菠菜呢啲富含纖維同抗氧化劑嘅食物，簡直係血管嘅清道夫。食魚補充心臟加油站。三文魚、吞拿魚富含奧米加3脂肪酸，可以降低血脂，預防心臟病。記住唔好炸魚，清蒸或者煎香更健康。戒糖戒鹽，飲食斷捨離，減少加工食品，如罐頭、臘腸。自己煮飯時少放鹽、豉油，用香料調味更健康。平時飲水可以加啲檸檬片，清新又養生。2. 運動篇，動起身，心臟更有力。每日30分鐘心跳加速，散步、慢跑、游水，甚至跳廣場舞都得。重點係要令心跳加快，促進血液循環。唔好再話冇時間，放工行多2個站，都已經幫到心血管。深蹲、平板支撐，全身鍛煉，除咗有氧運動，適量嘅力量訓練如深蹲、平板支撐可以增強肌肉，間接提升心臟功能。試下每日做幾組，體力會明顯改善。3. 生活習慣篇，細節決定健康。早睡早起，規律作息，夜晚11點前瞓覺，讓心血管系統好好休息，瞓得好，心臟自然強壯。戒煙限酒，遠離危險。吸煙嘅朋友快啲戒煙啦！飲酒都要適量，每日唔好超過1-2杯。定期體檢，防患未然。每年做1次血壓、血脂、血糖檢查，及早發現問題，及早處理。有問題記得聽醫生話，唔好亂食藥。4. 心態篇，放鬆心情，血管都開心。學識釋放壓力，唔好成日心驚驚。試下冥想、瑜伽、聽音樂，放鬆身心。多啲同朋友吹水、行街，保持樂觀心態。心情好，心血管系統都會笑哈哈。4. 注意，出現呢啲症狀要快啲睇醫生。雖然大部分心血管問題可以靠保養改善，但如果出現以下症狀，千祈唔好拖，即刻去睇醫生。心口劇痛、胸悶，好似有人壓住胸口，突然暈血，眼前發黑，腳腫、臉腫，可能係心臟衰竭嘅徵兆。血壓長期超過140/90mmHg，健康無小事，及時求醫先係最穩陣嘅做法。結語：好好對待心血管，日日都有強心人生。各位老友記，心血管系統就好似你嘅生命引擎，只要好好保養，就能陪你行過漫長歲月。快啲將呢篇文章分享俾身邊嘅朋友，大家一齊學養生，做個血脈暢通嘅健康達人。如果有任何心得或者問題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，我等住同你一齊傾偈。好，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。喜歡呢條片嘅朋友，請大家留言、點讚同分享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